宇宙女神男神蛻變班第35期招生。廢話不說，我就直接介紹了。12月15開始上課，每天一節課1小時，來不及聽也可以，我會把上課內容存在 LINE 群組裏，方便你保存續聽。現在報名，還會附贈1小時的免費占卜。你上了這個課，可以獲得：一、解決你的原生家庭、學校霸凌、愛情背叛的陰影；二、重建自我自信，解決不配感、敏感、缺愛感，療癒內在小孩，讓自己天下無敵，霸氣正義；三、對愛情大徹大悟，讓你要的人真愛上你，讓你得到自由逍遙開悟解脫；四、讓你財富自由，了解地球給人類的賺錢密碼，發現自己的才華天命；五、探秘地球各種政治斜線、宗教斜線主義背後的洗腦術，探秘外星人與魔法。價格現在是台幣6100元，原價是12200，現在半價優惠。要來要快，加我的 LINE 詢問，我 LINE 是 Linson 號。以下是課程大綱：序曲第一樂章奇蹟初顯，初探吸引力法則。一、什麼是吸引力法則？二、宇宙的3大根本大法。三、時間是假的，時間不存在。四、念念不忘，必有回響。五、輕鬆許願，輕鬆得到。六、不能害人，只能報復反擊。七、課後練習，像神仙一樣操控天氣。第二樂章，Power，你叫他愛你，他就會真的愛你。愛之框定魔咒。八、文件等級絕密，讓他心悅誠服。女王調教男神大法。九、課後練習，在女神群每天打卡。第三樂章，為什麼吸引力法則是真的？憑什麼整個宇宙都要聽你的？十、你是宇宙的細胞，宇宙不得不救你。11、宇宙3大法則，混沌與秩序。12、被動進化，二元對立的出現。13、主動進化，被迫爆發進化。14、切割縮小，主動放棄也是進化。15、課後練習，自我暗示，淨化空間。第四樂章，時間裂縫中的鑰匙，努力戰勝萬物。16、宇宙第3大法則，因果法則。17、平衡宇宙，多重宇宙又是什麼？非線性的時間概念。18、輪迴是什麼？佛祖耶穌轉世是真的。地球的揚升是什麼？19、何為雙生火焰，靈魂伴侶？如何找到？20、努力能戰勝一切前世因果。21、課後練習，鏡子法。第五樂章，唯心主義，永遠是思維決定現實，現實不能改變思維。22、無視現實，偏要愛。23、人都愛聽好話。24、思維斜線想法斜線意念斜線意識全是一個意思。25、你之前在生命中經歷過的一切，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。26、奴性深重，當吃苦忍耐勞是美德。27、別核信對自己不利的理論。28、你要為你的快樂和痛苦負100%責任。29、正電負電才能相吸。30、想讓別人對你好，你先要尊重敬畏愛你自己。31、課後練習，只信對自己有利的理論。第六樂章，解決不配感、缺乏愛感，大腦中的反對聲音。32、馴化大腦。33、打服大腦。34、剝削大腦。35、總結，我要親手解決問題的意識才是宇宙唯一的主宰，不要只會提出問題，不會解決問題。36、霸道型人格、榨取型人格。第七樂章，解決學校霸凌，解決家長的孝順綁架，如何對付霸道榨取型的人。37、辦法，一直說他你自卑又膽小。38、不會導致痛苦，你不愛自己才會。39、業力之回廊，渡劫原生家庭的陰影。40、如何正確看待自己的創傷，保存缺點，發揮優點。41、人人都是我的親人。42、別羨慕別人。43、邪惡的強勢者的模式。第八樂章，金錢的奧秘，最快速賺錢大法。44、我的優勢，我的興趣，我的天命。45、故意製造出特殊性，讓天上地下獨我一家。46、知道大多數地球人是不勞而獲，好吃懶做。47、恐懼、不足、匱乏、害怕是增加金錢的原動力。48、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。49、以自己為第一優先，在自己能得利的狀態下再考慮別人。50、宏願創造未來，科技塑造世界。第九樂章，最高潮，逆天改命的冥想魔法。51、身體七大脈輪的位置，療癒身體部位，靈性功能之完全解釋。52、瑜伽、冥想、禪定的坐姿、盤腿法、手印。53、三星定位冥想法。54、課後練習，每日冥想，簡單就是極致。第十樂章，你就是祭司，你就是神婆，你就是魔法師。55、萬年福報，銀河星燦水的製作方法。56、月之女祭司的呼喚。57、復仇女神之傷。58、吃素的福報，植物淨化。香味和平。59、生命循環之光輪，善心食物鏈循環的世界。60、吃素實驗。謝幕。第11樂章，外星人、影子政府、秘密結社。61、光明會、共濟會是什麼？為什麼會有陰謀論？62、負面外星人、蜥蜴人、小灰人、阿魯納奇。
63正面外星人，昴宿星人、仙女星人、大角星人、天狼星人。64普丁和外星人的關係，美國華盛頓是外星人的大本營。65外星人也要遵從吸引力法則。66萬元歸一，如余孽臨別玫瑰上課模式。